你做咩派咗我哋嘅車位啊？新嚟㗎。我唔理，我新嚟定經常嚟，車房有包咗個咪錶咩？究竟發生乜事令三人嗌交呢？咪就係車房職員霸佔咗個車位咯。有唔少車主都話，佢哋泊車嗰陣都會遇到佢哋非法霸佔車位，令佢哋苦不堪言。而家喺香港地揾個咪錶真係好難啊，好似中六合彩咁難。如果係車房啲人要用門口啲車位嘅話，就應該俾錢入錶啦。大家都明而家揾個車位好難，大家應該互相忍讓下。呢個時候，你需要街泊路路通。為咗防止以上嘅問題，我哋設計咗街泊路路通。只要汽車駛近鏡頭，系統就會開始計算泊車時長同埋費用。為咗達到短時間停泊，我哋採用咗累進制收費模式。泊得越耐，車位每小時收費就會越貴。頭4個鐘唔會加價，可以俾人食餐飯啊，買啲嘢。而由第5個鐘開始就會加價。我哋亦都採用咗直接付款嘅方式，喺易通行手機程式度扣錢，咁就可以防止濫用或者方便揾到冇俾錢嘅人。車輛停泊超過12個鐘呢，就會向車主發送信息作出提醒，而超過24個鐘呢，就會通知交通警察跟進。我哋曾經訪問過10個車主，而其中大部分嘅車主都贊成呢一個方案。街泊路路通，泊車好輕鬆，耶！